你好，我係鄧強興。我身為加拿大華人，深感自豪。2026年6月28號，加拿大國家隊擊敗咗南非隊，歷史性躋身世界盃16強。而家多支嘅傳統勁旅，好似德國啊、日本啊、意大利咁樣咧，都相繼出咗局。雖然日本咧就唔算係咩勁旅，不過日本出局我都有少少心涼嘅。趁呢個機會咧，我哋一齊同加拿大國家隊集氣，一個唔該打埋入8強、4強，哇！喺冠亞爭翻個杯翻嚟嘅時候咧，咁真係歷史性嘅一刻啦。總之由而家到7月19號，我哋都唔好錯過呢啲世界盃喺溫哥華嘅氣氛，因為加拿大溫哥華舉辦世界盃係第一次，第二次幾時再舉辦我都唔知喺邊度咯。所以珍惜眼前人，珍惜眼前嘅事。